約翰福音第1章。太初有道，道與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這道太初與神同在，萬物是藉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，沒有一樣不是藉着他造的。生命在他裏頭，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光照在黑暗裏，黑暗卻不接受光。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，名叫約翰。這人來為要作見證，就是為光作見證，叫眾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為光作見證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，世界卻不認識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來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賜他們權柄，作神的兒女。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，不是從情慾生的，也不是從人意生的，乃是從神生的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，充充滿滿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，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。約翰為他作見證，喊着說：這就是我曾說，那在我以後來的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來在我以前。從他豐滿的恩典裏，我們都領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藉着摩西傳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。從來沒有人看見神，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。約翰所作的見證記在下面：猶太人從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約翰那裏，問他說：你是誰？他就明說，並不隱瞞，明說：我不是基督。他們又問他說：這樣你是誰呢？是以利亞麼？他說：我不是。是那先知麼？他回答說：不是。於是他們說：你到底是誰？叫我們好回復差我們來的人。你自己說，你是誰？他說：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，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的。那些人是法利賽人差來的，他們就問他說：你既不是基督，不是以利亞，也不是那先知，為什麼施浸呢？約翰回答說：我是用水施浸，但有一位站在你們中間，是你們不認識的，就是那在我以後來的。我給他解鞋帶也不配。這是在約旦河外伯大尼約翰施浸的地方作的見證。次日，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，就說：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這就是我曾說，有一位在我以後來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來在我以前，我先前不認識他。如今我來用水施浸，為要叫他顯明給以色列人。約翰又作見證說：我曾看見聖靈仿佛鴿子從天降下，住在他的身上。我先前不認識他，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浸的對我說：
你看見聖靈降下來，住在誰的身上，誰就是用聖靈施浸的。我看見了，就證明這是神的兒子。在次日，約翰同2個門徒站在那裏，他見耶穌行走，就說：看啊，這是神的羔羊。2個門徒聽見他的話，就跟從了耶穌。耶穌轉過身來，看見他們跟着，就問他們說：你們要什麼？他們說：拉比，在哪裏住？拉比翻出來就是夫子。耶穌說：你們來看。他們就去看他在哪裏住。這一天便與他同住。那時約有申正了。聽見約翰的話，跟從耶穌的那2個人，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門，對他說：我們遇見彌賽亞了。彌賽亞翻出來就是基督。於是領他去見耶穌。耶穌看着他說：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，你要稱為基法。基法翻出來就是彼得。又次日，耶穌想要往加利利去，遇見腓力，就對他說：來跟從我吧。這腓力是伯賽大人，和安德烈、彼得同城。腓力找着拿但業，對他說：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，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，我們遇見了，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。拿但業對他說：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麼？腓力說：你來看。耶穌看見拿但業來，就指着他說：看啊，這是個真以色列人，他心裏是沒有詭詐的。拿但業對耶穌說：你從哪裏知道我呢？耶穌回答說：腓力還沒有招呼你，你在無花果樹底下，我就看見你了。拿但業說：拉比，你是神的兒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耶穌對他說：因為我說在無花果樹底下看見你，你就信麼？你將要看見比這更大的事。又說：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，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來，在人子身上。